啟示錄第5章。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，裏外都寫着字，用7印封嚴了。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：有誰配展開那書卷，揭開那7印呢？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沒有能展開、能觀看那書卷的，因為沒有配展開、配觀看那書卷的。我就大哭。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：不要哭，看啊，猶大支派中的獅子，大衛的根，他已得勝，能以展開那書卷，揭開那7印。我又看見寶座與4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殺過的，有7角7眼，就是神的7靈，奉差人往普天下去的。這羔羊前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，他既拿了書卷，4活物和24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滿香的金瓶，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。他們唱新歌說：你配拿書卷，配揭開7印，因為你曾被殺，用自己的血從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國中買了人來，叫他們歸於神，又叫他們成為國民，作祭司，歸於神，在地上執掌王權。我又看見這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記號，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，大聲說：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，智慧能力、尊貴榮耀頌讚的。我又聽見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：但願頌讚、尊貴、榮耀、權勢都歸給作寶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遠遠。4活物就說：阿門。眾長老也俯伏敬拜。天使又顯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條生命水的河，命令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。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，結12樣果子，每月都結果子。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，以後再沒有咒詛。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，他的僕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見他的面。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們也不用燈光、日光，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，他們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天使又對我說：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，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，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。看啊，我必快來，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。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，我既聽見看見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。他對我說：千萬不可！我願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，並那些守這書上預言的人，同是作僕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他又對我說：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，因為日期近了。不義的，叫他仍舊不義；污穢的，叫他仍舊污穢；為義的，叫他仍舊為義；聖潔的，叫他仍舊聖潔。看啊，我必快來，賞罰在我，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。
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格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終。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，有福了。我得權柄，能到生命樹那裏，也能從門進城。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信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魂歸不失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於父神。此後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説：哈利路亞！救恩、榮耀、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。他的判斷是真實、公義的，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，並且向淫婦好流僕人血的罪，給他們伸冤。又說：哈利路亞！燒淫婦的煙往上冒，直到永遠遠。那24位長老與聖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，說：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神的眾僕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讚美我們的神。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、眾水的聲音、大雷的聲音，說：哈利路亞！因為是我們的神，全能的作王了。我們要歡喜快樂，將榮耀歸給他。